蝸居一般都係指面積介乎於100-200尺之間。由於空間有限，但係要達到麻雀雖小，五臟俱全，喺設計上邊就係要考驗設計師功力嘅時候啦。今次設計師 Hailey 就將大型家私完美融入喺訂造家私裏邊，為求慳位之餘，更可以配合到日常生活所需。以下嚟嘅時間就交翻俾 Hailey 為我哋講解一下啦。今個單位整體面積有215尺，以開放式設計。入屋後一邊嘅大櫃係全屋主要嘅收納儲物空間。考慮到屋入邊可活動嘅範圍有限，唔適合放一張固定嘅餐台，所以我喺櫃入邊設計咗一張隱藏下反式餐台，為屋內節省咗唔少佔用嘅空間。因為了解到屋主想放一張固定嘅梳化，但係空間有限嘅關係，所以我就將梳化嘅設計融入咗訂造嘅大櫃入邊，將梳化變成卡座，客人就唔需要額外購買梳化啦，而係訂造一張合適尺寸嘅卡座，保留落嚟嘅空間就可以做儲物櫃體啦。而為咗保持空間感，所以喺掛牆電視下面冇特別訂造地櫃。但係考慮到未來電視附近可能會安裝 WiFi router， 所以喺電視下面特別為屋主偷空咗一個位置，未來就可以放 WiFi router、機頂盒或者遊戲機等等啦。屋主想單位設計成開放式，所以貼近窗邊就係床架、衣櫃嘅位置。床頭附近嘅衣櫃偷空咗一格嚟做床頭櫃，另外床架設計咗一級薄嘅地台，增加儲物空間。廚房就以 U 字形設計，上面2排吊櫃，再加3邊嘅地櫃同工作台面，足夠俾屋主儲物同埋平日下廚。原則嘅浴室空間已經十分足夠，所以可以做到大部分客人中意嘅坐廁至中、獨立嘅淋浴空間、大地櫃同埋大鏡櫃。至於洗衣機就同屋主溝通過之後，想放喺外面玄關櫃嘅下方。目的就係令到廚廁保留更加多嘅收納儲物空間。今次介紹上得村呢條片就完結啦。如果中意我哋呢條片嘅，可以俾個 like 我哋嘅 Facebook，follow 我哋嘅 IG，subscribe 我哋嘅 YouTube Channel。如果有任何設計上嘅問題，歡迎 WhatsApp 我哋，向設計師免費索取我哋報價同埋空間規劃。我哋下條片再見，拜拜。